内心，三甲来敬拜上帝。用乌鲁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乌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是到万世代。三甲来吟诗，圣诗第346首。望阮若行甲水若活，享受俗天安宁。天无路上大船照我，带到因果造成。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346首。便是客死埋葬道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早一日决定要卖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交课启应文20。
伫个诗篇的1035页，诗篇1035，体印有二条就是诗篇的90，显著咱三角来体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的避难所。正山小对所泽，大地甲世代犹未造成。你永远永远是上帝。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本。人啊，着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天，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亲像草早起时有影，早起时拔起来无声。暗时凋谢打去。阮以为你的受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听兄。你将阮的罪过摆列伫你的面前。我秘密的罪伫你的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我的一生像风吹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用命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10000年久就袂去。少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少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我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啥物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引领你的人。求你透早去，互阮享受你的慈爱。我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嘛互我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我的子孙看见你的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我。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平安。请咱按头三角来祈祷。慈悲灵敏疼痛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安然自在，经过一礼拜，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要学罗你，因为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虽然现今的社会为着病毒的发生，互人的生活毋知影将来要安怎，伫无确定的将来。带来的是不安甲忧愁，社会扰乱、经济压力，种种的问题充满伫逐人的心内。我知只有你会当帮助阮应付逐款的忧愁，保守阮的心怀意念，赐下平安，互阮伫一切的困境中悠然甲主结连，常常喜乐。请你也看顾今日袂当来圣殿敬拜你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今仔日是台湾圣爱因奉献主日，求你的信心甲陈牧师同在，互讲的甲听到拢得到利益。伊倒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题要来献诗。明日将如何？
为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三甲来重视上帝的话，记在伫心咯。那国书第4章第13到17节，古语本是332页，现代中文版是357页，汉语版是266页。当恁在讲，今仔日也是明仔日，阮要去黄的城，挂伫遐1年久，做生意趁钱。若是明仔日的事，恁也毋知，恁的换命是怎样？恁是夫妇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去。恁较好着安尼讲，主若愿，我就会活，也要做即项迄项。恁答用遮个贫苦的事咧夸口，凡若即号的夸口拢是歹，所以知有好着行，也毋行的，就是伊的罪。伊上愿上帝赐福听咱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活伫今仔日的人，请牧师。大家平安。平安。利用感谢伊的奉献出力，受派来到咱的教会，会当甲大家再敬拜上帝，是人真通欢喜的代志。因为拜二到拜四3天，北区甲体育的同学者，去东部旅游3日，伫遐迄个最好秀，进前倒转来，咱台北天气落雨，阁真冷。过去3天无落雨，暗暝嘛就真冷，所以真好气候，互遮个老人安尼去遐行行，大家拢非常欢喜。所以真期待今仔日会来到，会当甲咱大家遮敬拜上帝。通过即个聚会，我用即段经文，甲咱大家来思考即个题目，活伫今仔日啦，活伫今仔日啦。因咱知，伫即个世界上有3种人，有3种的人。第一种人是讲活伫过去，即种人有缘有2款，就是伊拢一直去回想伊过去迄个年日，因为过去伊咧工作的中间，想起过去伫即个人生怎样也得到真大阳光，真悬的地位，互人真欣仰，尊重迄款的情形，迄日子。到了今仔日，也有伫回想过去，到过去迄个所在，伫享受伊过去迄款的情形。但是另一款是讲，虽是活伫过去，但是伊却毋是遮尔乐观。伊敢想较早伊日子怎样歹过，过去怎样伫迄个困苦中间过日子，到了今仔日，还有伫迄个痛苦中间。这是第一种的人。第二种的人，伊是活伫明仔日，伊的期待嘛照圣经在信仰所理解，伊将来要到迄个永远的所在，享受上帝为了伊所期盼迄个快乐、阳光、幸福的日子，迄个天国。最真期待迄个将来看见来，伊活伫明仔日看到情形，迄个情形。因为这种说是伊活伫明仔日，但是为了明仔日要看，这是较悲观。伊讲到明仔日到底会知，我毋知影。可能明仔日是毋是会做真济困难，伊毋知影。在要我为了迄明仔日，可能会拄着迄个灾难困苦，来咧忧愁，来咧烦恼。但讲毋知这所甲伊讲，伊甲伊讲，要为明仔日咧烦恼，因为迄明仔日。伊家己去烦恼，因为这个艰苦就是到了。主要说嘛，甲咱讲，手看犁尾，回头看人。
我就是上帝大。所以无论是你回想过去，还是讲你期待迄个梦想将来，望你迄个真希望会能实现，迄一天，即种都甲实际上有真大个差距。所以第三种个人，就今仔日咱对圣经所了解，活入今仔日个人，因为活今仔日人，伊会珍惜今仔日，真珍惜今仔日上帝所有迄个日子。因为上帝迄个日子偌久人毋知，但至少你我都去珍惜今仔日，因为今仔日是上帝家己。因为主耶稣嘛是一个伊是一个活入今日主耶稣。因为主要所以伫世间对学生所教是迄个基督文嘛来讲，讲阮是几啊好啊，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是相似啊，并无讲阮你啉食的物件，阮食物件，上帝啊，你毋免食相似啊。无耶稣只来讲，今仔日所用的物件，你皆相似啊。咱看即个世界，当耶稣到伊个家庭的时，伊先来欢喜接耶稣，随时伫做面前，悔改真多。所以伫悔改认了后时，主耶稣讲，伊讲今仔是救阮临到即个地。所以耶稣嘛无讲，明仔是你叫悔改，即个救阮明仔是咱互你，无。主耶稣伊也随时讲，讲今仔是救阮临到即个地，临到即个地。佫一个较耶稣当这个时间，两个插，其中一个甲耶稣讲出来，耶稣，讲你个国临到时，请你有记人无？求你有记人无？主耶稣随时在讲，讲今仔日，今仔日你要干嘛了？耶稣嘛无讲明仔日，你要干嘛了？所以地下凡在耶稣是一个真正活今仔日的耶稣，毋是明仔日，也毋是过去，今仔日。所以，既然在主耶稣，伊会及时帮助你今日需要，因为你今日需要，主耶稣将你的需要，今仔日就会随时互你，别等到明日。所以，这个是很知影，伫圣经所安尼讲，咱个活今仔日，是我，毋是活明仔日，毋是活明仔日。所以，而且，互咱知讲，既然伫圣经所教示凡在讲，咱爱将做一个活今日咱，即个问题是，咱要如何去学习？咱要如何去了解？对再有来者，再能亲像活今日来，即只头前对上帝发现启示中，来明白今仔日活命意义。明白表示生命意义。上帝发现生命，咱们所刻的圣经，这是摩西所写，迄个人生一个真有真大意义。也叫安尼启示咱讲，有上传智慧能胜家的日子，世界你要存浪费时间。所以其实上帝互咱，而且基督是安尼讲，其实事实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度去了解，到底我哋世间要我存浪费时间，无法度明白，无法度清楚。所以，既然你无法度去了解，你要有存偌久的生命伫世间时，你需要珍惜今仔日，清楚明白主上帝互你咱即个生命意义是什么款所以讲真正人不是真积极去期待你的将来。我相信世间打拼努力，嘛是咱生活会通更较好过啊，更较快乐。但是却毋知上帝互你生命，自家到底有啥物意义？所以真侪人伊无法度明白这意义，无法清楚这个道理时，只伊不着上帝互你恩典，无法度去明白真正上帝互伊咱生命意义到底是啥？到底是？所以今日对医生来讲，某人你生命已经存偌久，就这中间你要怎样去运用你所存迄个真短时间，甲你世间迄个时命？你是不是用这个生命去陪伴别人，去使人胜上？
我想法律的时咱无咧心情过形象。一个聪明人绝对是讲，当我性命存无偌久，我必须要珍惜我所存有限的生命，继续生，要好好来运用，做好意义的工作。因所以这个电话是咱中会较早伫所教6月3日当，迄陈庆中无顺伊敲电话互我，伊讲伊这2天做一个真艰苦心的代志。伊讲要一个正因先生迄陈庆中牧师的这位小弟，还是迄陈培牧师的第3小弟就是囡仔，一个囝，要60岁，伊像我真正活动真正安尼开朗的人。伊讲伫进前就是顶个月咱常常伊讲咧联络，但是突然间伊传达伊嘛无回啦吼，嘛是等咧问为什么？到迄3一直即个10月30。去桃园迄个病院检查身躯，伊讲伊真喘，伊真喘，甲镜头直到这骨骸会生起来吼，所以这个怪怪吼，咱去病院检查看卖了。伊检查一伊就甲讲，你若正常无去注意吼，你会问着讲，你就无啥也无啥代志安尼吼，所以就无惊。我会关心这个。伊来讲吼，讲你爱知你的情形吼，无看来讲嘛袂杀进来。你要清楚，你是治疗的气管过身来应该死。即阵即人听这消息是实在是无法接受，因为平常人好少社无因无啥顾虑啊，最近才有发现这个问题。检查有即款的情形，遮尔严重啦。但事实上，伊讲你的性命加减差2个月，伊讲你的性命差不多2个月就结束，这个好好。去比办最后，你所做的，了解你的情况。最医生来讲，还要存2个月，10月30检查结果，医生来讲存2个月。那应该是到10月底才结束，但无发生讲伫11月前出，迄再去透早就离世界，这个代志。所以心命我去了解，你的生命，你的世间还会人活过时。所以讲，一个清楚了解，圣经耶稣就所甲你讲，爱珍惜生命，活伫今仔日你我，咱我清楚，爱珍惜咱生命来做靠义的代志。毋通为咱世间物质上的生活享受来度过。这个做竞选在你的囝儿，咱我清楚。因为今世人世间哪是遮尔大，咱就愈行就是愈下来。甲你愈行结束，来做到你的事，你属于什么所在？这才你我咱所在你了解清楚，爱清楚而且真要紧的道理，真要紧的道理。所以讲，咱要做珍惜咱生命。照这所说的讲，你要真心真正一日一日听主耶稣，来听厝边这个家。因为人遵守上帝耶稣所来讲，这个家是真心真正是听主耶稣的，搁听主边这个家。因为真心真正听上帝是第一了解，这头一个我这上海大的概念呢，第二就是听主边这个家。这上大是第一大的这个概念是主所甲人讲的，所以人接受上帝概念，好珍惜你世间的日子，让人清楚这个意义啦，这一个活伫今日啦，这下就爱注意。第二来接受好胆面对今日所拄着考验，咱着勇敢来忍受，今日上帝要互你种种考验。爱清楚，无论什么代志，拢有上帝伊美好的旨意，无论是好，无论是歹，咱都爱真欢喜来接受，爱了解这上帝所互你，所爱你面对这个事，去接受，迄个试验。那么耶稣基督
伊伫约旦河西迄个溪的时阵，对天顶有啥来讲？伊讲这是我所听见，我所欢喜。这是我所听。上帝遐深深见证，对人见证，这个耶稣是我所听见，我所欢喜。这了，耶稣就受圣是隐藏到的旷野，接受40天的考验，40日也无吃，禁食祈祷。当然，迄无食饭40天，你想迄个精神款，一天无吃，全无吃，你有可能冻起来。所以40日也禁食，然后无去啊，一连传3遍，这耶稣就是真要紧操作，甲试。当然，要是所拄着的是讲肉体上的欠缺，知影耶稣真要目标，你就是上帝囝，将这石头变水囝。假使耶稣你所人有人的血气，你去到伊上帝的囝嘛是上帝，这唔简单的代志，太严重。所以耶稣仍然是用人的血气，家己人的血去看反正关系。但是耶稣符合魔鬼所讲，耶稣伊是啊，耶稣讲，伊讲人咧往挖好变，要变了挖好最重的是说是隆重的。所以连续3遍传到这个圣经里有讲，你个上帝囝直接跳落去，从你上帝接受了，扶你骹，袂去倒石头，袂受伤。魔鬼嘛说人的私欲。贪婪、财，遐钱财地位，所以魔鬼才到伫关山顶，将世界荣华富贵拢摆伫你面前，互耶稣看。我若是规日去拜我，我从这拢互你掌管全世界的物流，互你荣华富贵，一世人拢在了。哎，耶稣嘛讲，我无咧气主为上，我讲发财嘛。所以耶稣伫咧说来。凭信心来接受这个考验了后，一路上开始接受上帝所予的变数，世界去传下去，世界传下去。而且是主要个是绝对爱有一段考验训练，无一个讲无想做这训练大担当，你目前还是为所担当职务，绝对无可能。伫信仰路上嘛共款，即伫咱即个信仰路程中间，只要说爱你做什么款上来，爱你做什么款，绝对首先有经过平台甲操练。所以讲咱爱好胆面对这考验，来接受上帝对你的操练。那要是讲出一个埃及的宰相，但是伊过去过程遐平常快乐，但是拄着遐过陷害。袂去到埃及所来做奴才，也拄着迄个头家娘，佫甲伊诱骗，所以做歹，但伊毋敢正面上帝，伊断然拒绝。最后，上帝因才甲好的面前，因这个才华、这个理智、这个头脑的聪明，这个人品，法老王过去伊讲做埃及的宰相，会当来还因埃及全国百姓的流失的问题。因为要是伊真正所遇到迄个困难、艰苦，伊拄着艰苦，所以试过艰苦，伊知影伫艰苦上中的百姓，一直前伊了解伊有先试过。所以从埃及掠拄着这个经灾难的时阵，伊嘛真清楚百姓艰苦，所以伊毋甘百姓艰苦，也切解这问题。伊嘛会因为这个灾难、这个流失的经中间，为了这机会趁一寡灾难的钱财。来起个利起大个，伊拢无，来好照顾伊遐百姓，因为伊毋甘个百姓，伊生活中来过日子，所以上帝互你知影，咱还会同伊受，上帝互你去做这个事工，关心这人进前，可能上帝先互你拄着这问题，所以。保罗嘛讲啊，讲因为上帝互你这灾难，就是要伫这灾难中间拄着考验，伫这灾难拄着安慰，互你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别人。所以无论做什么款的好歹事，拢有主特别美好安排，
因为你将来种无法度去帮人家，甲你前所拄着即款情况。所以讲，有时咱对象你见证，也是用咧帮助一个人的时，上好的一种专业经验，你所体会着态度，特别信仰的体验。然后无信仰的体验，你真难对人讲你有正式的见证。一个人看到试着上帝好的文件甲听从，你嘛真无法具体对人讲来信上偌好对偌好。所以上帝互你这经验中间，互你伫这人生过程中间，但是做了这个体验，这个考验，这个试探，毋是对你歹。所以上帝有真好安排，将来要用你讲得真好，你的屁股，来为这真美好的见证。所以上帝会先互你做这。咱是保罗所讲的，因为万事爸爸来，拢是为了遮听上帝。即句话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祝福互咱，互咱真正将一个外境的人，会通清楚上帝教养，用到面对今仔日你所做这考验，这考验。最后就是哎，必须要积极去为了百姓服务，积极去为了百姓服务。因为这样是也所叫咱世间所到互咱真要紧的一个结果。因为最后说是讲，伊上天去向是伊原来有迄个因缘好，最后所其实将要紧事情交代先，交代这军队个，你着去好天台，然后因招办百姓来照顾。互因规日白囝圣神，甲伊洗礼，互因规日白囝圣神，佮是将正话来教训着事，一直到我看见。所以这里最后所离开世间进前所甲咱真要紧的事情。伊耶稣嘛讲，我是来做你的钱，毋是来还服务的。我来耶稣了，甲咱洗脚先洗脚，就是互咱是真好的见证。我是做个先生，要我靠近我的身份，甲你洗脚，这个无就要互你学习。阮对耶稣个人，我学习耶稣的宽恕，去为百姓服务，甲人洗脚，帮助别人。因为这是只所互咱的历史的。这个服务毋是过去，过去啊，我就知道啦。这个服务嘛是明仔日还袂到，毋知影。所以现在一直停留，一直甲人家浪费，一直咧浪费明仔日个人，相信伊无法度，永远无法度实现，伊会真细明茫，一天实现，无法度实现迄一天。因为明仔日有明仔代志，耶稣来讲，你是外境人，你必须要活出你真正生命的意义，来将最正能的力量来分配耶稣。所以今日咱是人伊训练伊遮个传道人员，无论是读新人去要做传道做无衰啦，无论读因为去社务去其他道去，嘛要通过伊所了造就去帮助世间每一种个。所以我祖囝伊读因为去大汉嘛，像做这个做伊嘛，这个教音乐电子嘛同款。所以摆前有一咱这个厝内即个姊妹，伊咧甲我讲，伊讲，伊伫亚马咧工作吼，因为我个头家吼，伊讲伊个头家足爱去聘请迄个是人伊毕业伫遐音乐个学生啊，伊了是来做伊即音乐个老师教起，教到音乐。伊讲吼，伊有发觉着讲，变音乐毕业完吼，是人伊栽培迄音乐个，甲一般栽培，迄个气质啊无相共款。毋是一般的气质歹，嘛真好啦吼。但迄个招呼、迄个请迄个付出吼，伊看是完全无相像，是完全无共款。所以才讲安尼样，伊世人伊的教育甲一般上是无共款，毋是为了趁钱，为了帮助服务、招呼、照顾遐世界，互因家己正直的道路来教示伊，因为少年就教示伊俩正直的道路，就是到老嘛袂歪错。
这些人是出来靠要帮人嘛，训练这人才，我哋团队我哋比咱做下我嘅工作，拢是。所以讲，咱就爱继续来关心台湾，这些人因为是人心、爱心、热心，拢是在为遮个为了世间人，为了到服务为遮个人才，继续替指导来帮助伊，可以使完成个学业，专心学习，还有教授、遐老师嘛真专心来帮助遮个小做小人，装备因。将来到社会教会，做得真好，为世间人服务，真好人才。所以我代表咱学校，甲大家说一声，来继续完成代表伫社会上的奉献关心，这个校特别校已经立案，伫政府所到帮助成立学校，当然这能开放招生，甲可以由对外面来招好学生。也变成工作行业训练，这是我需要有这个基督精神来建一间学校。互伫遐会基督徒，互伫遐会才开基督徒，共款是一个互生活的每一个人，会当制作美好的建筑。嘛也是继续来宣告学校来带动关心，供大家对这块事，当心来知道。天天陪阮上帝，真多谢你早起，互阮很心的到伫你的圣殿，阮伫遮专心来敬拜你。因为阮知这所互阮真要紧的价值，就是爱阮诚做活伫今日人。因为过去已经过去，我就倒转来。未来还袂到，在我毋知是一个未知数。阮所在就是今仔日当下，所以在保守今日你上课的时间。我哋保守今日上帝，互阮的性命，因为这个才上帝阮家己。所以愿你互阮这个智慧了解清楚这个道理。我哋今仔日，阮照迄个气力、迄个智慧来接受还袂到日子。我哋帮助阮很心怀，人继续关心上伊的教育，我哋伫遐能做最好的教育，做手栽培，无共款的工人，伫教育的社会。会当应付无共款的需要，特别会当为出去做美好的见证。我来将我这群阮很姊妹交给上帝，为所帮助，而且很姊妹因的生活、因的家庭，特别是后代信仰、因的事业，我嘛出去大大的所来引带保守因。后你会愈变愈顺，才无花一直顺利，会当辜负基督时代，这个社会来做一工。教育重大，互去福音方法是这个所在。我哋继续一直保守阮后生路上，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要做出这样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能力爆棚，变得更近，正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我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堂中间，阮用特样的方式
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是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像是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是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工礼拜迄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以网络来进行的时，伊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神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神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邀请立位兄弟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神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咱来用回应信息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骹步，虽然行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星在带路，灿烂光明，夜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大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请咱起来念。信息第552首。头前有我。
第二，我要说过，请您提手报。报告事项第一，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咱感谢上帝，互咱兄弟伫咧传教的教育事工顶面有份同齐关心代祷甲奉献，愿上帝赐福是属于伊的教会。第二，11月15。礼拜日7市中会71届第100个聚会，伫咧济南教会举行，牧师节要传往。第三，后礼拜是感恩节的礼拜，若有意愿要讲见证的兄弟，请向牧师来联络。第四，11月17，礼拜六纪录团契要布置会堂，大概是伫咧9点，早起时9点半吼，欢迎兄弟同齐来参加。第五，12月25，咱有圣诞爱餐举办一壶一菜，爱的要有晚会啊。若兄弟若要煮啥物料理，会使先甲我讲，我来甲伊登记起来安尼。第六就是教会有订2022年的月历吼，要互逐个会友，请伫咧招待处家己来摕，愿主赐福2022年合家平安，主温满意。第七项甲第八项，咱已经重复一个礼拜，所以我就无再搁念啊。咱来看圣工的事项，今仔日的招待是宴庆节，清扫是肉圆节，后礼拜讲道是林义文牧师，书会是民兵执事，书评是刘老师，领唱是余信，书献是我本人甲玉洁执事，招待是张邦熙兄甲崔英姐，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我本人。奉献的部分，咱家己来看，若有订单会使来向我提醒。咱来看本周的根据，伫咧后边。台语教我来读一解，咱来读两解。由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请。由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
求你甲我早已送上家己的日子，我得着平安的心，时间90天在地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度过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下面咱互相来拱手请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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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平安。下面是公所的时间，时间交互律师。伫咱就来去排队选几项吼，咱就咱重新来看，咱为这代志，在恁上个面前，是咱对声来有这时间，而且排队关心一下，年轻的这个教育，这个上个国家世界，这个来一个开始。天天陪我的上帝，我现在恭敬将阮每一个，阮的代祷、阮的需求，完全摆在你面前。若是符合主的旨意，愿你这人家人团应允祝福，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主叫我低头。
上面的信息第386首，386首，天的万般万福万灵敬拜上帝白囝，圣神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请咱起立来念信息第386首。咱观众大家记住这所记的文件，祈求上帝听从，领受圣神引带帮助，必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